先生，叫 Richie 就可以了。Richie， 谢谢你，你是 New Image 唯一的好人。好人，好人坏人，好像只有小朋友才会这样分吧。Richard 走咗，你就唔識整頭髮啦？啊？同你哋 director Richard 打個招呼啊！講啊 ，director 好。森哥 ，Andy。喂，你就咁走咗啦？我係養咗你10幾年，你係喺我龍威國集娛樂公司又做咗10幾年，契爺邊度對你唔好啊 ？I treat you like my own son。own son， 翻嚟啦！最近我簽咗幾個明星 ，Andy 呢啲友仔搞唔掂佢哋噶啦。你又俾唔見面，即係唔俾我面嘅啫，啊 ？Andy， 你隻手都橫掂，你都唔係咁識做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要手嚟都冇用啦，不如掟咗佢啦！翻嚟啦，我等緊你噶 ，OK？ 有冇搞錯啊？没关系，你这些人，你总是强。哎，没事，我只是，你快过来，没事，我只是，你快过来。你太过天真，又不够诚恳。老大，森哥直接揾我就得啦，用 Andy 做咩啊？咁叻啊！有種嘅，當面跟我翻同森哥講啊！有種啊，咁我會見你走進這個結論，你會發現。